来看新地一间卖早顿的店哦，店员问人客要点啥，也毋过这人客煞雄雄掠讲，质疑讲店员的态度真歹，敢是咧问烦人咧？物件偏爱就离开，也毋过这店长是小婷员工，认为员工无毋对，爱消费者会失礼。有民众嘛认为讲，这卖服务业务是真歹做，应该就爱互相体谅。餐点到现在为止，我给你第一天，你现在是等犯人还是怎么样？人客点早顿点到一半，雄雄亲像掠讲同款，若当场骂人，甚至佫要求店员回失礼。头家娘看到这情形，赶紧出面做公亲。每个人客若无体谅店家，甚至乌白拼物件了，直接离开。老板娘追出来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，因为你人多嘛，有跟他讲，后来就不欢而散这样。代志发生伫礼拜早起，新的一间早顿店11点外有一对人客来。店员敢若是想要确认人客点的物件，唔知影什么原因，查甫人客煞雄雄起性地，这个员工敢是咧审问犯人，甚至佫要求店员回失礼，全部过程拢互监视器记录落来。因为他毕竟还是服务工作人员，那是不是也应该体谅他们的一些工作上的情绪？不是说为了买个东西，然后就发这个脾气，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。也要体谅一下我们这服务人员的这个辛劳啦，因为有时候这个一整个连假，甚至这个上班时间过长以后，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体力都会有一种消耗，那对这个心情的影响都会有差异啊。我觉得两者啊都要退一步哦，然后自己能够让这个感觉更好。代志发生了，拜店家休困，爸无报案。头家娘出面挺员工的行为，嘛受到民众的肯定。未少民众拢感觉服务业爱面对各种人客，实在真辛苦。也希望双方拢爱互相体谅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